要下音乐的时候他讲，好，可以准备了，要开了，开了。常常觉得繁忙的捷运很像情感的缩影，进站、上车，我们相遇，拥吻了希望，偶尔好心的让座，之后告别了某段青春，下车，离站，很幸运，因为歌，因为爱，此时此刻，我们跻身在同一节车厢，一起唱，一起做梦，一起飞翔。列车即将出发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随手可得只是习惯，时间静静把醉你我们的爱还在。闭着双眼，刷牙洗脸，如我爱你的我手边，因为太懂你，我亲爱的，你没说的，我先为你说。抱歉，我不是你想要的，让你觉得少了什么，给了你所有你的，也只是你需要的，勉强几个。如果我只是你需要的，谁都可以把我换了，把这习惯戒了，也算值得，还是原谅你现在的快乐。这是生活，不是表演，谁都没错，也没亏欠，因为太懂你，我亲爱的，你没说的，我先为你说。抱歉，我不是你想要的，让你觉得少了什么，给了你所有你的，也只是你需要的，勉强几个。如果我只是你需要的，谁都可以把我换了，把这习惯戒了，也算值得，还是愿意你现在的快乐。抱歉，我不是你想要的，让你觉得少了什么，给了你所有能给的，也只是你需要的，勉强几个。如果我只是你想要的，谁都可以把我换了，把这习惯戒了，再多不舍，还是愿意你现在的快乐。放心去找你想要的快乐。
无法定位，就在随心，何时里面，从不盯着家店，开得很任性。老旧时钟，把控熟悉，排列整齐，复古桌椅这位子，想要留给你，不需要约定，不费心在想你，带着什么样心情离开了门光里。我喜欢和你简简单单不预设的关系，偶尔疏远让彼此呼吸，偶尔比情人还要亲密。夜深了，客人三三两两就该有人离去，这晚为你特制的料理，趁热吃，不然了可惜。这个结束要收吗？还有一些接得上吗？控久一点，啊？就控久一点，应该可以。面条滑顺，带有嚼劲，汤头浓郁，却不油腻这碗面，口味很像你，不需要约定，不费心在想你，带着什么样话题，对着理想去。会吗？我喜欢和你简简单单不预设的关系，偶尔疏远让彼此呼吸，偶尔比情人还要亲密。夜深了，客人三三两两就安然地离去，这晚唯一能值得疗愈，真的是不然了可惜。早点错过在风雨，每一段缘分有它的滋味，苦辣酸甜都尝过几回，才懂谁珍贵。我喜欢看你认认真真吃着我的用心，时间回味了茶的温馨，微微带你四处去旅行，你是否尝到藏在这些卑微里的秘密？所有敏感都来自于你，真的是我们明天继续，别说了，眼都快要亮了。
处的游乐场。分类是在哪里分量？预热好烤箱，火候控制的当进步口感和营养，一口一个感动惊喜，如置身天堂。哦，你的幸福也善于伪装，低调埋伏高为平凡日常。亲爱的，饭后想来点什么？蛋糕、水果还是逗你开心的我？只有你能精准掌握，淡一点，浓一点，爱情调你的胃口。嘿，还不学会想什么？想明天的工作，计划中的旅游，何其幸运你选中我，参与你每个现在，每个以后。把手借我好了，让我看到满场都是金苹果颜色的手环的颜色。哦，世界是个善良的小偷，偷走爱意，让爱越存越多。亲爱的，饭后想来点什么？蛋糕、水果还是逗你开心的我？只有你能精准掌握，酸一点，甜一点，爱情难搞的胃口。嘿，还不学会想什么？想明天的工作，计划中的旅游，何其幸运你选中我，参与你每个现在，每个以后。当初路的甜点急着吃下心岛上，不如先品尝你初恋在你的豪爽。期待今天已经很久了。我是额头在哭，因为真的本人呢比较容易流汗。对，我刚刚已经尽量的喝很少的水了，但是我身上的水还是压抑不住，一直流出来。那真的是非常的。谢谢大家今天抽空前来我的音乐会，Little先生的《永远与告别》。那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兼歌手，我是雨欣，你们好吗？谢谢你们那么热情的回应。我本来想说，如果台下都没声音的话，我要问你们吃晚餐了吗？好，但是用不到这一 part， 因为大家还蛮热情的。那如果呢，大家肚子会饿的话，那边都有卖吃的，能宣传一下。那我其实大家看着我今天的装扮很特别哦，你们有吓到吗？我是有啦，我是也有。有人有玫瑰花吗？对，我咬那嘴巴很适合，不然就是西洋剑之类的，然后从那个中古世纪走出来的那个，对。差一只白马，好吧，那其实前面真的比较会流汗，那我可以先把这个拆掉吗？这个领巾可以哈，那我先把它拆掉，因为实在是有点热，大家应该看得出来。就衣服有点短。你们知道我最近就是有在健身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
脱掉，没有这一趴，哎，不要帮我加戏，对啊，但是等一下跟我体脂在低一点，我现在还有点胖，大家从肚皮应该看得出来，哦没有吗？哦没有我就当有了，没有再一次，下一次好不好？下一次，不知道哪一次。不要先挖洞给自己跳。好啦，那我今天呢，有看到前面很多熟悉的朋友们都来到现场。那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好了。对，今天我们有一些嘉宾来到现场，那很谢谢他们就是帮我宣传我的音乐会。那么现在欢迎左手边小乐，小乐要举手吗？我不用了，哎不好意思。然后再来是 Peggy， 耶 ，Peggy 比较神秘一点。啊，再是夫之道，阿凯里哦，耶，对，好帅哦，这样，我也觉得，我刚看到这，怎么办？有人比我帅，怎么可以？我举高的话就，其实这件衣服有一点点的，有一点点的合身。好了，谢谢你们大家今天来到我的音乐会，也谢谢大家的这个抽空的前来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带来一些开心的歌。你准备好要嗨一下了吗？直播。太热了吗？好吧，剪掉2颗。怎么这么突然？3颗啊？还是6颗好了？开玩笑的。不是，我是等一下要唱嗨歌，你们现在那么嗨。哎，你有喝酒吧？OK 啦，3颗这样子比较凉，好不好 ？OK 啦。尾根。OK， 接下来这首歌，报警处理。